喺遙遠嘅未來，太空人 Leo 同 Luna 已經喺月球基地生活咗一段時間。呢一日，佢哋決定下次要探索月球嘅陰影山脈。呢個係一個神秘嘅地方，因為佢位於月球嘅背面，總係處於陰影之中，好少有人去過。Leo 同 Luna 喺基地裏面查看地圖，發現陰影山脈有好多壯觀嘅隕石坑同埋奇特嘅岩石結構。佢哋嘅眼睛閃閃發亮，充滿咗期待。Luna 話：我哋一定能夠發現一啲新奇嘅嘢。Leo 點點頭，話仲有可能揾到月球嘅古老秘密。為咗準備呢一次冒險，Leo 同 Luna 開始檢查佢哋嘅太空車同裝備。Luna 檢查咗氧氣樽同埋食物，而 Leo 則確保所有嘅工具都喺度正確嘅位置。當一切準備就緒時，佢哋互相鼓勵，決定一齊迎接呢個挑戰。陰影山脈嘅地形非常複雜，有高高嘅山峰同埋深深嘅隕石坑。Leo 同 Luna 知道呢一次探險會有好多挑戰，但佢哋充滿信心。出發嘅嗰日，佢哋駕駛住太空車，沿住崎嶇嘅路線前進。當佢哋到達陰影山脈嘅時候，眼前嘅景象等佢哋驚訝不已。巨大嘅隕石坑喺月球表面上像一個個深深嘅碗，周圍嘅岩石閃爍住奇特嘅顏色。Luna 興奮地話：快睇，嗰度有一塊特別嘅岩石，我哋去睇下。佢哋小心翼翼咁靠近岩石，發現佢上面有奇怪嘅圖案。Leo 用工具開始收集樣本，Luna 則拍低相，記錄低呢啲發現。正當佢哋忙住工作嘅時候，突然聽到咗一陣低沉嘅聲音，兩人互相對望，心中有啲驚訝。聲音嚟自一個隕石坑嘅深處。Leo 同 Luna 好奇咁行下，發現嗰係一隻小月球生物，佢嘅樣子好可愛，身上發出微弱嘅光芒。Luna 輕聲話：佢睇起嚟好友善，我哋可以同佢玩。小生物似乎亦都對佢哋感到好奇，向佢哋揮咗揮小手。Leo 同 Luna 喺陰影山脈度過咗一個愉快嘅下晝，同小生物玩耍，並學習咗好多有關月球嘅知識。當佢哋準備返屋企嘅時候，心中充滿咗滿足感。佢哋知道呢一次探險唔單止發現咗新嘅地點，仲交咗一位新朋友。返到基地之後， Leo 同 Luna 分享咗佢哋嘅冒險故事，所有嘅隊員都感到驚喜。呢次嘅陰影山脈冒險比佢哋更加期待未來嘅探險，因為喺月球上總有新嘅驚喜等待住佢哋。